好无聊啊！无聊的我都幻听到放牛娃的声音了。这么多尸体和伏兵，一旦在下游堆积起来，堵住水道，江水就会反灌到江边的村子，形成大洪水。那该怎么办？婆婆和爷爷们在下游帮村民疏通边塞的水道。胡灵儿，你去告诉他们严康人和冰潮的事。我去找人帮忙拖住冰潮。冰潮就要到这里来了，我需要你帮忙拖住冰潮。啊？没兴趣，反正冰潮每年都有，这里有贼秃在，也淹不到我。你帮我，我可以帮你斩断铜像的锁链，助你脱困。孽障，胆敢坏我渡妖功德！婆婆和爷爷们每年都去拦截冰潮，救村民和飞禽走兽，救了无数性命。说靠功德就能修禅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早已是金身禅尊，才不像你是个铜的。放牛娃，我带你闯出去！老娘终于出来了！